是郭台铭宣布讲要选总统，伊的副手的人选到底是谁呢？昨记者甲问，伊是遁地5秒，然后笑啊讲，下当确定是女性，到底是谁先来保密？即摆互点名上有可能的人选有2个，一个是新光银行的副董事长李继珠，一个是有外资天后之称的台湾大学财经系教授陈尚芬。也毋过2个人拢讲毋是我哦，讲明仔载郭台铭就会来宣布着伊副手的人选。金管会的前副主委李继珠是会有符合您讲的这些线索？你这问题是让我回答也不是，不回答也不是。访问到副手的人选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笑甲真神秘，验证5秒钟了后，才回应出这个真值得人思考的答案。13、14号我们会正式的公布这一点我们应该想说很有把握到家。贵党的是正保密，李继珠被点名的关键除了是女性，过去嘛捌做过金管会副主委、甲金控的董事长等等，嘛做过教职。不过李继珠表示，唔是我哦。郭董的规划真的不是那么样清楚所以没有评论。另外一个红点名的是台大财经系教授陈尚芬，虽然在政坛名声无介响，也不过在金融界算是出名的人物。捌做过瑞士银行集团投资银行亚太区副董事长、雷曼兄弟亚太区副总裁等等的职位。也不过陈尚芬嘛讲唔是我，被问到贵党的干部来催伊，陈尚芬是无回应。我肯定一点是对的，是女性，好不好？那其他。你讲的名字我都完全一概不承认。包括着陈尚芬、李继珠，也有其他进前红点名的副手人选，嘛一个一个跳出来火箭，无的确这嘛反映出贵党的今麦的困境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